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甄梓晴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中年成長：突破人生瓶頸的心理自助方案》。就咁睇書名，重點好似係中年呢個詞度，其實成長先至係核心。因為無論人生喺邊一個階段，我哋都面對唔同嘅心理發展任務。呢一點無論係孔子講嘅30而立、40不惑，定係心理學家埃里克森提出嘅人格發展理論，都指出每個年齡段落都有應該處理嘅課題。如果理想嘅話，我哋會隨住年齡成長，會越嚟越明白自己嘅人生方向。但喺現實裏邊，好多時都係越成長越迷茫。正如書裏邊寫嘅，人生嗰杯青春之酒，並唔係成日隨住年齡嘅增長而日益清澈，反而係常常變成混濁不堪。我哋由細到大，每一個階段都有難處。孩子因為過度同埋惡性嘅競爭，付出大量精力，反而得唔到等價嘅回報，只能夠喺無休止嘅內耗裏邊去消耗自己。青年人喺躺平同埋拼命兩者之中不斷掙扎，中年人陷入危機同自我懷疑，老年人就可能會失去價值感，變得無所依靠。呢本書就係要探討點解我哋會不斷陷入樽頸同埋困惑呢？係啲乜嘢令我哋喺人生某個路口迷失咗方向呢？作者之一就係羅伯特·約翰遜，佢係榮格心理學嘅大師，曾經接受印度作家、演說家同埋思想傳播者克里希那穆提嘅教導，亦都曾經接受艾瑪榮格嘅指導。佢擅長用神話故事嚟描述內心世界。呢本書就係透過神話同埋臨床案例，幫助我哋睇清楚原生家庭、文化背景、偶像同伴侶點樣深刻影響我哋嘅選擇同埋困境。書裏邊亦都提供咗實用嘅心理工具，幫助我哋審視嗰一條未經體驗嘅人生路徑，探索自己尚未活出嘅潛能同埋可能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分3個部分去帶你深入了解呢本書嘅內容。第一部分，透過雙子星神話去睇我哋內在嘅分裂，點樣令我哋設定人生嘅種種障礙。第二部分，我哋會探索乜嘢係尚未完成嘅人生，以及佢對我哋嘅深遠影響。最後，我會同你分享點樣突破困境，發揮潛能，活出一個被壓抑嘅自己。亦都邀請你親身體驗書裏邊提供嘅心理自助手法，感受深度心理學嘅力量。不如我哋由雙子星嘅神話故事講起啊！呢個故事你或者聽過，佢其實隱喻咗一個同我哋內心息息相關嘅哲學命題。宙斯同凡間女子結合，生咗波呂克斯同埋海倫，而斯巴達國王同皇后亦都有卡斯托爾同克里泰涅斯特拉。4胞胎裏邊，波呂克斯擁有神性，卡斯托爾就係凡人。故事嘅主角就係呢一對感情深厚嘅兄弟，波呂克斯同埋卡斯托爾。佢哋2個人救翻被俘虜嘅妹妹海倫而成為英雄，但係佢哋喺愛情方面就犯咗錯，同已經訂婚嘅少女私奔，引發激戰。凡人卡斯托爾戰死，波呂克斯雖然受咗傷，但係被宙斯救翻。喺悲痛嘅情緒下，波呂克斯想同兄弟一齊死，但係佢係不死之身，最終唔可以一齊死。宙斯因為呢份兄弟情而大受感動，同冥王哈迪斯達成協議，兩兄弟一半時間就喺冥界，一半時間就翻返去奧林匹斯山。但係神同凡人本質就係唔同，呢個安排令到2個人都唔能夠真正咁安頓落嚟。最終宙斯決定俾卡爾托爾得到永生，將佢哋升上天空，成為雙子星，從此融合成為一個整體。呢個神話睇落好似好遙遠，但係其實去到2025年嘅今日，仍然反映咗人性裏面根深蒂固嘅分裂同埋渴望。自古至今，人類嘅內心喺心理結構並冇太大嘅變化。我哋每個人心裏邊都埋藏住一個願望，就係尋求圓滿，想重新揾翻嗰個缺失咗嘅另一半。而呢一個另一半唔一定係戀人，佢可能係我哋錯過咗某部分嘅自己，喺未曾發展出嚟嘅某種才能、品質或者係經驗。或者你會透過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